疫苗。客家话要怎么说呢？有2种讲法。第一种就会吃饭，直接翻译华语的说法就会疫苗。那第二种说法呢，是我们客家话比较常讲的衣纺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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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本日请起来做衣纺纱听听啊！我今本日请起来做衣纺纱听听啊！我今天只是来打疫苗的而已耶。我今本日请起来做衣纺纱听听啊！我今本日请起来做衣纺纱听听啊！门诊的客家用版形讲门诊。门诊。门诊。要记这个“诊”的时候，你要念“z”，然后马上舌尖顶到牙齿后面。门诊。请问疫苗门诊在哪里？要去哪里住疫苗呢？才能够打得到疫苗？请问疫苗门诊在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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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要去哪里打预防针呢？我要去哪里做预防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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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好意思，歹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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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下色彩懂歹势。刚刚真的非常不好意思。家下色彩懂歹势。家下色彩懂歹势。家下色彩懂歹势。怕，没关系，不要紧。这个怕是不要紧的意思。怕。怕。怕，你先戴起来，先把口罩戴起来。怕，你先夹夹戴起来，你先快一点戴起来，把口罩快一点戴起来。怕，你先夹夹戴起来。怕，你先夹夹戴起来。再下面。再下面。再下面戴起来。
再下面戴起来，要戴口罩。我唔记得留再下面戴起来咧。我唔记得留再下面戴起来咧。我忘记把口罩戴起来了。我唔记得留再下面戴起来咧。我唔记得留再下面戴起来咧。就近消毒，就近消毒。我们再念慢慢的再一次哦。就近就是酒精，消毒就是消毒，就近消毒用酒精来消毒，就近消毒，就近消毒。那个手没损伤，用酒精消毒，将做得入去。那个手没损伤，用酒精消毒，将做得入去。那个手没损伤，用酒精消毒，将做得入去。你的手也要顺便用酒精消毒过后呢，才可以进去哦。发烧合法用品形讲嘅，就係發燒。发烧，发烧。我人很不舒服，因为我发烧了。我人都冇爽快，因为我发烧誒。我人都冇爽快，因为我發燒誒。我人都冇爽快，因为我發燒誒。我人都冇爽快，因为我發燒誒。頭痛，頭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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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。我人都冇爽快，因为我頭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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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。全身酸痛，一下方用白音讲咧，规身酸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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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人很不舒服，因为我全身酸痛。我人都冇爽快，因为我规身酸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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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呕吐，会吐的感觉，它发出来，L L L L
挨家下爱挖铁，一下人懂某爽快。我刚刚吐完，现在很不舒服。挨家下爱挖铁，一下人懂某爽快。挨家下爱挖铁，一下人懂某爽快。挨家下爱挖铁，一下人懂某爽快。拉肚子，拉肚子，下方用白形讲呢，哦里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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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拉肚子，很不舒服。见哦里肚，懂某爽快。见哦里肚，懂某爽快。见哦里肚，懂某爽快。感冒，下方用版讲呢，寒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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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人很不舒服，因为我感冒了。我热懂某爽快，因为我寒毒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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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喉咙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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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喉咙痛。我感冒了，喉咙有点痛。我寒毒诶，喉咙有一些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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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。咳嗽，下方用版讲，促，就一个字，促，要短促哦。再一次，促，促，促。我感冒了，一直咳嗽。下方用版讲呢，我寒毒诶，紧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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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鼻水，下方用盘形讲呢，流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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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感冒了，一直流鼻水。下方用牌形容咧，我看到嘅见流鼻，我看到嘅见流鼻。我看到嘅见流鼻，我看到嘅见流鼻。打针，客家话怎么说呢？朱砂。再一次哦，朱砂。朱砂，朱砂。我要去诊所打针。客家话怎么说呢？我要去诊所朱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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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深呼吸，下方用牌形容。透太气，透太气，透太气。透太气，慢慢的深呼吸。基本用牌形容咧，听听咧，透太气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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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轻松，下方用牌形容咧，不用强怂。不用强怂，不用强怂。不用强怂。你的肩膀放轻松一点，不要这么紧张。肩头不用它强耸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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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压着，下方用牌形容咧，轻等。
金灯，金灯，金灯。你的伤口要压着5分钟哦，牙伤口要轻等5分钟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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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休息，歇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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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先靠在椅子上休息半个小时。你先边伫等下档歇困半点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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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身体下方用版型讲诶，身体，再来一摆哦，身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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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问题，没有其他的问题了，冇问题。冇问题，冇问题，冇问题。确定你的身体没问题了，再回家哦。确定你身体冇问题嘞，张转不卡哦。确定你身体冇问题的，张转不卡哦。确定你身体冇问题的，张转不卡哦。确定你身体冇问题的，张转不卡哦。喝开水，客家用版型讲呢，湿滚水，湿滚水。
湿滚水，湿滚水。回家之后呢，要记得多喝开水。转屋卡要记得多湿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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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。睡觉客方用白形讲呢，睡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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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需要啦8點鐘。睡目要需要啦8點鐘，睡觉要睡满8小时。睡目要需要啦8點鐘，睡目要需要啦8點鐘。好，大家今日學到很多有關呢主題。防疫主題嘅詞彙和個記憶，希望大家都有學會今日嘅客話了。大家繼續來收聽客家名語學嘅，我係阿忠哥，我老大家講，張來了。